掙扎多時，終於決定踏出第一步，踏上我的追夢之旅。來到上海藝術區逛逛展覽，一個人到處走走，無拘無束。商場買買吃吃就回酒店休息了。第二天早上的壞天氣也沒有影響心情。來到中國美甲博物館，看到很多大師的作品，每一件都是匠心之作，看了又看，重複地看，百看不厭。指尖上的藝術品，請收下我的膝頭。簽到後便入座了。這3天的培訓導師陣容分別來自英國、馬來西亞、羅馬尼亞。老師的實操部分技巧純熟，講解着比賽得分的重點，還有老師多年經驗的總結。針對比賽的培訓與沙龍美甲培訓有着明顯的差異，這簡直是國寶級的大師班。羅馬尼亞老師講解過去多次國際比賽得獎作品的設計概念及製作方法，最後也請教到馬來西亞老師舞台藝術甲的製作與迷思。現場種種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實操時間印證高手在民間。寶藏級的博主小雨老師以及中山龍獅老師均展現深厚的功力，也分享了他們過去比賽的點滴。資訊量爆炸的3天，最後以羅馬尼亞的走心巧克力為這群有夢的人乾杯 ，Cheers！ 送上官方花絮。關注、點讚、分享係對我嘅支持。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傾啊！